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3，诗篇123篇1节3节安尼讲：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啊，我也望你。主啊，恁明远，恁明远，因为远互人看见，到忍受袂牢。三甲来祈祷，坐伫天顶宝座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阮、救赎阮、保护阮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你的疼是长阔远深，你的恩典无穷无尽。你伫万物中彰显你的奇妙，你伫宇宙中彰显你的荣光。主啊，阮感谢你为阮的罪来牺牲，互阮通甲上帝和好。主啊，你用无尽的爱来疼阮，互阮有新的活命甲愿望。主啊，阮受看轻，求你监察。阮伫患难中，求你拯救阮。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啊，阮也望你。主啊，恁明远，恁明远，因为阮互人看见，到忍受袂牢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